大家好，今日我會教大家一個鍛煉臀部側筋肌肉嘅訓練。呢一個動作簡單得嚟，針對性亦都好強，可以有效咁喚醒老友記嘅 pat pat 肌肉，提升佢哋單腳嘅平衡力以及行路時候嘅穩定，預防跌倒。另外，強化咗嘅臀部亦都可以分擔到膝頭哥同埋下腰嘅壓力，預防呢個膝頭同埋下腰痛。做呢個動作嘅時候，我哋首先瞓喺床上面側身瞓，然後將我哋嘅膝頭接到去大概呢一個角度，我哋嘅腳腕亦都平貼。做嘅時候，我哋將膝頭向上打開，呢個時候我哋應該感受到臀部側筋同埋後少少嘅地方有收縮嘅感覺。記住，我哋要避免我哋嘅腳腕離開，亦都避免我哋上身扭動得太犀利。咁我哋每組可以做10至15下，每日做2至3組，每星期做2至3日。呢一個臀部訓練簡單得嚟，亦都好安全，適合老人家喺屋企做。如果大家做嘅時候覺得第2日個 pat pat 酸痛得比較犀利呢，咁我哋就要休息，直到個酸痛完全走咗先再做。如果喺做嘅過程或者做完之後出現咗疼痛不適，咁記住就要尋求專業嘅人士去協助啦。感謝觀看，記得點讚關注我。